啊，大哥阿貨啊，我屋企而家過食年30晚，你覺得靚喎？你都覺得靚，俾掟個讚俾我。有人开始。而且啊，我们这地方看，现在是很漂亮啊。二手房的这东西是真好看，知道吧？来，有不能。还有以后越可能没有肉吃了，是吧？怎么样？閃開，而家你話你影到你。房門閂埋，房門閂埋開白燈。房門開白燈啊！